事实上，有真侪人行路拢无伫咧看路，就算你有正义感，毋过方法也是用毋对啊。来看这台北市有民众讲咧，行伫咧仁爱路4段的巷仔内面呢，拢会互共一个查甫人弄，而且伊是身躯挖过去，弄甲真大力。警方调查了后，讲这个25岁查甫人，伊是辩解讲，因为不满过路人行路的时阵头伫遐背手机啊，就故意无要闪开，安尼甲弄落去。目前报案的民众也当咧考虑讲，敢要甲告。 我就跟着他，然后他又撞另外一个女生。警方接到报案，赶紧到现场来处理。受害人对警方来说明经过经过。女子上班途中走在东区的这条巷子，控诉被人恶意撞击，就像日本的蓄意撞人事件，甚至受害人不止一位。蛮危险的，因为这应该有点随机，而且。 也不晓得他的心态是什么。我在想，现在人是不是压力蛮大的，然后可能发泄一下就撞路人。其实我是有小孩，就也会担忧说，会不会他也会攻击小孩。原来报案的人讲，连续这几天，伊甲其他同事行伫仁爱路4段的巷仔，半路拢互共一查甫人雄大力甲弄落去。2号早起8点外，伫路的发现这查甫人，有时是冲去甲伊理论，可是反倒转互对方踢一个，伊随即报警察。孙姓民众报案。 指称有一名男子于仁爱路4段巷弄内多次刻意以身体冲撞行人。孙姓女子表示将考虑提出告诉。涉案的25岁姓徐的查甫人甲警方讲，伊不满过路人哪行路哪看手机啊，结果超工牌闪开，才当场弄到。也毋过报案的人讲，安尼弄到真大力，会甲人的手机啊弄落去，是毋是可能互人直接倒伫涂骹？报案的人就才在考虑是不是要告伊。 故意在路上冲撞行人，导致行人跌倒或是手机喷飞，可能已经涉及了刑法的伤害罪或是毁损罪。如果在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发生的话，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逮捕这个行为人。若是行伫个路的，互人挑工弄甲受伤，律师建议应伫警方到场进前，当场甲涉案人抓来，互后壁提告追究责任时，互侦查机关相关程序较紧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